每位訪客喺你嘅網站上嘅互動都會產生寶貴數據，揭示客戶偏好同埋行為模式。網站分析將呢啲原始信息轉化為可付諸行動嘅洞察，推動更明智嘅業務決策。了解訪客點樣瀏覽你嘅網站，佢哋喺邊度花費時間，以及乜嘢觸發轉化，能夠實現直接影響利潤嘅持續優化。有效嘅分析實施從追蹤與業務目標一致嘅有意義指標開始，除咗簡單嘅訪客數量，現代分析仲揭示流量來源、用戶人口統計、設備偏好同埋互動模式。對於金融服務、房地產同埋醫療保健嘅提供者，了解邊啲內容推動查詢，有助於更有效地分配營銷資源並提高潛在客戶質量。數據驅動嘅決策需要定期分析同埋跨團隊協作。營銷團隊使用分析嚟優化活動表現，而銷售團隊則獲得對客戶旅程模式嘅洞察。技術團隊喺性能瓶頸同用戶體驗問題影響轉化之前識別佢哋。Webcock 協助企業實施全面嘅分析解決方案，提供戰略增長所需嘅情報。準備好為你嘅業務利用數據嘅力量嗎？立即聯絡 Webcock， 了解我哋嘅分析解決方案，如何將你嘅網站轉變為強大嘅商業智能平台。